你終於都到啦！你投降啦，你走唔甩噶啦！你見唔見發生緊災難嘅時候，啲射燈仲照住呢個城市嘅地標，呢個虛偽嘅象徵東灣塔，就好似慶祝緊毀滅一樣。你累死我班手足，傷害咗咁多人，我唔會再聽你喺度講噏噶啦。我講過，我唔係為咗某個人、某件事，我只係想打掃一下呢個污糟嘅地方。無緣無故，哼！你唔好同我講你精神病釋放咁多陷阱，打風都打唔甩你手上咁多條殺人罪。記唔記得我講過，呢個城市冇人會留意自己以外嘅人，即使喺佢哋隔籬有人俾人打，佢哋都唔會理。你就係俾人打嗰個，所以你要向呢個冷漠嘅城市報仇，要呢個冇人幫你嘅城市付出代價，即使被風暴毀滅性破壞，你都唔滿足。你需要親手去懲罰呢度嘅人。你唔好將你嘅諗法套喺我度，反正我都走唔甩。電一着返，你哋就拉到我。不如趁呢段時間，等我講你知我嘅動機。記得有一晚，我同兩個朋友喺街度行緊，突然間有個路人唔小心撞到我朋友，嗰個人即刻火起上嚟，二話不說就出手打人。當時我企喺一邊望住，心諗唔關我事㗎，冇必要理啊！打咗幾個回合，我朋友叫我一齊上，我心裏面突然之間湧上一股衝動，於是就加入咗戰團。喺打鬥嘅過程之中，我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嘅快感，所有壓力好似一下子消失晒。之後我諗深一層，發現呢個城市根本冇所謂對錯，是非黑白都係由自己決定。如果嗰晚我係俾人打嗰個，咁我就係錯嗰個。我開始明白到世事從來都唔係非黑即白，每個人都係為自己嘅利益同感受而行動，都係自己故事入面嘅主角。冇人會真心去關心第二個人嘅感受。我發現咗一個可以喺呢個地方生存落去嘅方法，就係去享受，盡情咁樣將下面嘅污糟嘢挖出嚟，將呢個城市變成我嘅遊樂場。就係咁，你就喐手殺人？似乎你唔係好熟悉呢個地方。你以為你哋搜查廳就係代表正義咩？如果係嘅話，打人之後我就已經付出咗代價。結果我個朋友花咗少少錢，用咗少少關係，就冇再俾人追究。你唔可以唔承認，呢個就係呢度嘅玩法。你改變唔到呢度嘅人，咁你就要試下加入佢哋，或者好似我咁，將每一個有罪嘅人、貪婪、虛偽、背叛嘅人，用血洗淨佢哋身上污糟嘅罪。或者呢個城市有佢嘅陰暗面，但呢啲都係對我哋嘅考驗。越係混亂，我哋就應該越要保持清醒。清除污跡嘅方法，唔係要將呢度變成深紅色啊！講咁多，雞同鴨講，有本事就打死我，唔係就同我收皮，吔屎啦道德塔利班！你錯啦，二麥，冇人有權利決定他人嘅生死㗎。我係上天揀選嘅執行者，我做嘅一切就好似呢場風暴咁，將你哋嘅慘叫聲傳遍每個地方。我嘅刀就係對你哋呢班腐爛嘅人形寄生蟲嘅慈悲。你唔係執行者，你只係一個迷失咗嘅人。你咪當自己係英雄啊！小心啊！督住我隻手。鏡頭而家沿住射燈方向見到塔頂觀景台，疑犯跌咗出窗啊！搜查官何其律右手捉住佢左手，情況非常危險。大風吹到疑犯擺動得好勁啊，好似隨時會被風吹走咁。
搜查官，電已經着翻啦 ，AB 隊而家上緊嚟啊，你頂住啊！捉住我隻手啊！你仲要去贖罪㗎？搜查官，你到呢刻都唔明白，你嘅正義喺呢度係多鳩餘，就好似呢個城市嘅粉飾一樣，風一吹就會倒，頹垣敗瓦先至係呢度嘅真面目。啱啱發生驚險一幕，疑犯嚴密喺強風吹襲下突然間被捲起，我哋喺現場目睹佢喺強風入面消失咗啊！天啊！收捕咗喺千鈞一髮之際趕到，即時救起跌出觀景台嘅何其樂搜查官，情況非常之危險。佢就好似乘風而起嘅雀仔咁，飛入雲層。我聽得出，佢係俾呢個城市逼到咁。呢個城市先係佢嘅動機。我雖然冇辦法認同佢，但佢對呢個城市嘅控訴，我一句都反駁唔到。各位觀眾晚安。颱風阿比已經遠離東灣地區，本台獲悉重建工作預計需時數個月。據搜查廳最新報告，颱風造成5人死亡、42人受傷，當局已啟動緊急救援機制。另外，轟動全城嘅夏木區連環殺人案有最新發展，案件疑犯嚴密喺東灣塔頂被強風吹走後，今晨被發現伏屍喺東灣政治部大樓天台。據了解，死者係由清潔工人發現。初步調查顯示，疑犯係被強風捲走，由東灣塔墜落至1公里外嘅政治部大樓。搜查廳今日就案件提交最終報告，整宗案件包括疑犯在內，巧合地同颱風阿比一樣，共造成5人死亡、42人受傷。當中首名死者身份已確認，為賀木集團千金賀木蓮華小姐。賀木集團董事長夫婦已表示，將會捐出死者器官，以幫助有需要嘅病人。雖然我個女已經離開咗我哋，但我哋決定將佢嘅器官捐出嚟，希望可以幫到更加多嘅人。你會唔會對嚴密嘅屋企人發出控訴啊？怕唔怕會影響項目新推出嘅地產項目呢？你捐個女嘅器官係咪幫下年參選做形象工程？係咪因為得罪咗本鄉派，所以俾人尋仇啊？麻煩你講多兩句啊！我揾嘅料最後都冇俾上面通過，我都預咗㗎啦。呢啲大財團嘅料係冇可能出到街，唉！你託我揾嘅人就係呢間醫院嘅 ICU。我查咗下呢單傷人事件冇人報案，所以你哋都唔會有記錄。後來我揾咗好耐先揾到目擊者，佢哋都唔願意講起。我花咗好多心機先說服到佢哋，不過佢哋都話如果變成案件，佢哋絕對唔會作供。我明白，我只係想知道事件嘅真相，麻煩你啦。件事嘅開頭只不過係件小事，後嚟先開始失控。有一晚，嚴密同另外2個朋友行過夏木區公園，迎面唔小心撞到個人，開頭都係口角嚟㗎咋，唔知點解就打咗上嚟。目擊嘅人話，現場唯一嘅男性即係嚴密本身都冇喐手。後嚟佢2個朋友叫佢，佢就打埋一份。
直到嗰個人唔喐，3個人先停手離開。目擊者見到帶頭打嘅係項目嘅千金項目年華，所以冇去報案。結果俾人打個女仔，第2日先送到醫院，左眼爆咗，2條肋骨斷咗，一直都昏迷，瞓咗喺 ICU。所以夏目區殺人案，一個殺人犯，一個被害者，2個都有份傷人。佢2個都係當晚喺酒吧搭訕認識，打完人就散咗 band，冇咗聯絡。不過你都知，嚴密年前因為精神問題俾大學心理學系退學。或者係呢單傷人嘅事件，令到佢激發咗啲偏執嘅諗法。同佢最後嘅交流，我感覺到佢內心係有一種信念支持住佢嘅行動。可惜佢嘅偏執唔可以用喺啱嘅地方。你睇下窗外面，呢個城市即使俾颱風摧毀，仍然可以重建起嚟。你唔覺得好不可思議嘅咩？無論幾大嘅困難，我哋都可以建立返。無論城市又好，人與人之間嘅信任都好。搜查官，你諗嘢都幾正面㗎喎。我走先啦，仲有新聞要跑。啊，係啦，唔記得咗講，項目年華死咗之後，隻眼移植咗俾人，就係俾佢打到入 ICU 嗰個女仔。你唔覺得一切就好似因果報應咁咩？個風個名阿比，就好似阿比地獄咁。出面呢個城市，即使俾阿比地獄清洗完，但寄生喺灰燼之下嘅惡，始終都係會再萌芽，令城市再一次五光十色，再一次令人沉淪。波街原創廣播劇《血風 Season 1》Episode 4。Harvey 飾演嚴密 ，Cyrus 飾演何其樂 ，Elderbeth 飾演鐘離彩 ，Bear 飾演梁守道隊員 A。Winnie 飾演新聞主播 ，Alan 飾演醫生 ，Ned 飾演年華媽媽，騰空王飾演年華爸爸 ，Lam Lam 飾演屋中人 A 記者 ，Will 飾演屋中人 B 記者 ，Belka 飾演記者 ，Kieran 飾演隊員 B， 天使飾演隊員 C。配音統籌係阿 Will， 製作係軒斯。虛假面具冇人識過 living life behind the mask， 冷血人人拎流血痕 moving way too fast， 透明虛假一眼睇晒 see through glass， 高牆困住心靈低達 trapped inside this class， 心胸登勁冷眼睇法 no love will last， 七彩街道隱藏罪孽 shadows from the past， 良知窒息冇升到 high virtue didn't pass， 暴雨沖刷傷害 no fire wounds that never heal， 犯人追逐國夢尋歷 truth they try to steal， 刀鋒將至默然無聲 fade about a deal， 黑風呼嘯血色浪漫 abyss that feels so real， 面具暗藏墮落心神。
四目交換惡念如陣，黑風吹過勾起心癮，水點滲落抽乾血色身份。Don't run run 罪惡之城，風暴抹殺盡一切。Don't run run 罪惡之城，血與風交織更替，心跳滯留停頓到虛無受惡靈重死。天光到黑夜善惡有誰判斷？正義如殺戮向手中倒拜跪，暴雨衝開禁忌，破開七色惡例，虛偽之都原罪，最終有人來清晰。昏暗陣前心跳凍結 Travis storm is near， 血如交織時代作結 message crystal clear， 海灣過黑絲亦不見 truth they never hear， 淚水比如水更稀缺 feelings disappear， 繁華地獄火燒 budget hell we volunteer， 靈魂血色天光浮轉 nightmares we revere， 罪惡吸引受盡魔信 sins we hold so dear， 星時霓虹照亮耀炫 moral lines we smear， 天堂地獄一線長短 heaven and hell collide， 今夜海揾罪惡再決 nowhere left to hide。Don't run run 罪惡之城，風暴抹殺盡一切。Don't run run 罪惡之城，血與風交織更替，惡慾無窮無盡，來自天堂到無間地獄摧毀。Don't run run。我哋係 Four Guys， 如果中意我哋嘅創作，唔好猶豫，即刻用你嘅小手手俾個 like 我哋啦！記得撳埋個鐘仔同 subscribe 埋我哋嘅 channel 啦，我哋會不定時出更多嘅新作品噶。最後提提你，如果你都中意聽廣東話廣播劇嘅，可以 comment 留啲意見俾我哋噶，仲可以 share 埋俾你身邊嘅朋友仔添。